Hi， 我係 Crow。搞錯咗，我係 GLM。大型 LLM 百花齊放嘅唔係淨係美國㗎，中國嘅發展亦都一日千里。今日就同大家講呢6間號稱中國 AI 6小虎啦，有2隻上咗市升到棒棒聲添啊！究竟佢哋有咩本領去對抗一班腰纏萬貫嘅科技巨頭呢？冇錯，踏入2026年啦，你仲以為 AI 6小虎一齊跑緊啊？咁你就 out 咗啦！今年嘅1月啦，智譜2513啦同埋 Minimax 100咧已經率先喺香港敲鐘上市㗎啦，而且股價仲一路向上狂飆添啊！以智譜為例啦，去到2026年嘅2月13號嘅最新數據咧，佢市值咧已經衝到咧2160億港元咁多㗎啦。但係咧，另外嗰4隻小虎咧就撳住唔急住上喎。點解呢？因為上市又唔等於贏，唔上市又唔等於輸嘅。真正嘅分野係你到底係賣 B 端嘅交付啊，定係做 C 端嘅產品呢？你係靠 MaaS API 揾食啊，定係會靠呢個終端或者硬件咁去綁定人呢？今集我就會用同一把尺幫佢哋逐隻度下身，佢哋嘅商業模式啦、成長曲線、燒錢嘅速度同埋護城河等等，仲有佢哋同大廠正面撞車嘅位置係咩添？如果大家都想知，就坐定定唔好走開啦！要睇通呢6間公司啊，我哋首先要喺腦海入面畫定一張定位地圖先。大家都可以睇下下面張圖㗎，我會用一句説話幫你總結下佢哋嘅生存法則。智譜2513啦 ，B 端嘅政企啦同埋產業賦能嘅味極重。做下工啊，同大企業嘅生意嘅 Minimax 100啦 ，C 端嘅產品化加埋出海嘅味重啲，搞 Talkie 嘅社交啦，主打後生仔同埋海外市場嘅，月資暗面 Moonshot Kimi，To C 流量入口王嚟嘅，資本彈藥係最足噶啦，主打長文本同埋助手生態噶，百川智能啦，更加偏垂直嘅實用派，深耕醫療等呢個專業領域，創辦人啊講可能考慮2027年上市啦。佳約星辰啊，軟硬結合派嚟嘅，中意同手機啦、車企終端直接綁定喎，零一萬物應用平台同埋工程化嘅能力強，落地速度同路線都非常多變啦。好啦，地圖睇完，我哋就進入正題啦。拆解已經跑出咗啦，喺港股市場經歷緊呢個資金狂熱嘅2大龍頭啦。先講第一隻智譜2513.HK， 佢賣緊係咩呢？如果用一句話定義智譜嘅商業模式，就係 MaaS 模型即服務啦，加埋本地部署啦，加埋行業嘅方案。佢哋嘅客好多都係政企啦、金融、電信同埋製造業巨頭嚟㗎。呢種生意咧嘅優點咧，其實係好明顯嘅。單價就高啦，客戶黏性又強喎，簽親日都要幾年就走唔甩嘅。但係缺點係咩呢？就係重啦，交付又重啦，人力成本又重。每次幫啲大客做本地部署嘅時候呢，都一定要派成班工程師去 serve 個客，搞到啲毛利率咧好容易有波動啦。市場點解咁癲呢？1月8日啦，智譜以116.2蚊定價上市嘅啫，頂住全球通用大模型第一股嘅光環，短短1個月股價狂飆啊！市場買嘅除咗係佢嘅稀缺性，仲係對佢技術爆發嘅預期。講到呢個技術催化咧，都唔可以唔提喺單啱啱發生嘅 Pony Alpha 嘅懸案嘅。喺2月6日，海外權威平台 Open Router 咧，突然間出現咗一隻神秘 model 叫做 Pony Alpha 喎，寫曲能力超班啊，逼近呢個頂級神台模型添啊！大家咧仲喺度貼緊邊間大廠出咗啲咩秘密武器嘅時候，智譜咧就喺2月11號咧就霸氣正式揭盅啦，正式開源發布佢哋嘅 GLM5，並親口承認啦，呢個 Pony Alpha 就係 GLM5嘅本尊啦。有時你會見到啲模型自稱係 Claude 或者 OpenAI， 其實嗰啲通常只係 prompt 啦，或者係語言訓練模型時嘅身份漂移，唔代表佢真係抄人嘅。GLM5 咧係真實編程場景跑分極高，甚至比足底氣智譜㗎。喺大廠仲玩緊大減價嘅時候啊，逆市將部分 API 套餐加價添。不過咧，股票炒還炒，我哋做投資都一定要去查下啲數字先。睇智譜咧，你要 hold 實呢4格嘅財務邏輯喎。第一，收入嘅增長啦 ，B 端合同嘅驅動波動大但係可見度就高嘅，尤其咧就要睇下佢有冇接到政府嘅大單啦。第二就係毛利改善嘅拐點，重交付咧就一定會拖低個毛利㗎啦。關鍵就一定係要睇下佢哋嘅標準化 MaaS 訂閱佔比有冇升啦，交付人口咧又有冇提高啦。第三，現金流啦，做政府大企咧最怕就係回籠慢啊嘛，所以應收帳款啦同埋融資儲備咧就係佢哋嘅命脈嚟嘅。第四，梗係關鍵嘅 KPI 啦，要留意佢哋喺每一個行業上面嘅復用率啦。
寫好一套曲啊，賣俾10間醫院，咁樣啊先有賺頭噶嘛。最後啦，智譜最大嘅威脅係咩呢？大廠下場啦，阿里啦、百度、騰訊本身就係做雲服務起家嘅，佢哋帶住自家大模型去搶 B 端嘅客啊，智譜絕對係面臨一場硬仗噶。加上開源模式能力同質化得嚟越嚟越快，智譜未來咧只能夠靠極致嘅交付能力啦，同埋深入嘅行業 know-how 咧去守住護城河嘅啫。睇完智譜啊做阿公生意嘅，大家一定係覺得大模型咧真係好鬼悶，好 B 端嘅啦。但係都錯噶。而家咧我哋要講嘅第二隻上市小虎，股票代號100.HK 啦 ，Minimax。佢又走緊一條截然不同啦、極度刺激嘅血路啦 ，C 端產品化加埋出海。佢係賣咩嘅呢？如果智譜係一間技術交付公司，咁我可以用一句説話定義 Minimax。Minimax 其實骨子裡面就係一間 AI 原生產品公司，而唔係純粹嘅模型公司嚟㗎。佢哋最核心嘅玩法啦，就反而係做嗰啲虛擬陪伴啊，加埋社交，仲要做埋角色扮演 role play 添啊！國內咧就叫星爺啦，海外就叫 Talkie。用戶咧就入去同 AI 傾下偈啊，打下卡咁樣，成為一個變現機制咁嘅玩法。其實似啲咩咧？就好似大家玩開嘅抽卡啊，或者係角色育成咁樣咯。佢哋嘅收入模式極之簡單同直接㗎，就係 C 端訂閱啦、VIP 會員同埋 App 裡面嘅內購 IAP。當然咧，其實佢哋都開放平台做 API 俾啲企業嘅，但係真正令佢哋聲名大噪嘅係佢哋由 Day One 咧就已經開始瞄準住消費者嘅銀包啦。既然講到錢啦，我哋即刻打開佢哋份招股書，睇下啲數字有幾癲先。2023年啦，收入大約350萬美金嘅啫。2024年收入爆升到3050萬美金，幾乎10倍增長啦。去到2025年頭9個月咋，收入已經去到5344萬美元啦。重點係咩呢？重點係佢哋收入超過70%啊，都係嚟自海外嘅喎。喺中國嘅 AI 圈啊，可以真金白銀咁樣賺到尾籠嘅公司啊，真係寥寥可數噶。Minimax 就證明咗呢一點，佢哋嘅產品分發渠道啦，已經成功打開咗各國嘅市場，由北美啊到東南亞啲後生仔啊，都肯為佢嗰啲 AI 角色去課金噶。呢個出海特徵就係佢最值錢嘅金漆招牌啦。散戶點解咁癲嘅呢？今年1月 Minimax 嘅招股啦，超額認購極度誇張啊，首日掛牌大幅高開添啦。點解呢？因為港股市場咧就極度開啟一個純 AI 概念啦，而 Minimax 亦都係極罕有真實嘅 C 端數據咧支撐住嘅股票嚟嘅。但係做投資咧，其實就最忌睇表面風光噶啦。越癲嘅時候，我哋咧就越要問2個致命嘅問題。第一，呢種陪伴式嘅變現係咪可以持續先？第二 ，CAC 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， 即係佢嘅獲客成本究竟會唔會爆煲嘅呢？我哋就嚟拆解下佢嘅護城河啦。首先啦，產品矩陣啦，佢唔單止有對話啦，仲有音樂生成啦、語言合成、多場景結合啊，令到用戶體驗更加立體。第二就係模型能力啦，佢嘅自然嘅 M 系列啦、Speech 同埋多模態嘅模型追速度就好快啦，甚至係編程啦、長文本啦，佢都咬得住大廠喎。但係講到底啦，C 端用戶都唔 care 你跑分有幾高嘅，佢哋只係 care 個人似唔似人同埋好唔好傾啦。但係 Minimax 面對嘅威脅絕對係比智譜更加血腥。第一大威脅就係正面撞車嘅字節跳動啦。字節旗下嘅豆包英文叫 Dollar， 以前或者海外線都有人叫佢 Sisi 嘅，同樣都係主打 C 端同埋 AI 社交。字節有咩呢？有 TikTok 呢個無敵嘅流量入口啦。Minimax 要喺海外買量拉新客啦，成本只會越嚟越貴。第二啊，撞正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呢啲叫咩神級大廠，人哋做最強底座模型加全生態。Minimax 呢啲要喺夾縫中生存，唯一嘅出路就係要將個產品嘅體驗做到極致啦。最後亦都係最致命嘅風險，就係合規同埋分發嘅渠道。海外收入佔70%嘅時候，代表你嘅命脈就握喺呢個 Apple App Store 啦，同埋 Google Play 手上啦。30% 嘅蘋果稅係走唔甩㗎啦。加上咧 AI 角色扮演咧，其實好容易踩中嗰啲咩暴力啊、色情啊、侵權嗰類型嘅內容紅線。海外市場嘅政策一轉啊，或者俾平台下架咧，對於一間 C 端公司嚟講咧，簡直就係一個滅頂之災。總結 Minimax 啊，佢哋跑得極快，成長曲線都極靚啦，但係背後係一場不斷燒錢買量啦，同巨頭搶流量嘅消耗戰。買 Minimax 你賭嘅唔係佢嘅技術天下第一，而係賭佢嘅產品流傳量啦，同埋出海變現能力可以跑贏大市啦。睇完已經上市嘅智譜同埋 Minimax 啦，大家又實會問㗎啦，喂，咁剩低嗰4小虎係咩嚟㗎？佢哋係咪唔夠班所以上唔到市啊？絕對唔係
係咁樣㗎，佢哋唔上，除咗據報資本彈藥暫時仲夠之外咧，背後更大嘅考量其實係合規問題啦、產品嘅成熟度同埋收入嘅可見度，以至現時嘅估值同埋市場嘅窗口咧，未必係交俾公眾股東審視嘅最佳時機啦。咁我哋接住落嚟，我都同大家極速掃描下另外嗰4隻小夫嘅底牌咩先。第一隻係月之暗面 Moonshoot， 即係大家熟悉嘅 Kimi， 佢嘅特徵就係 To C 流量入口其中一個最強嘅玩家，而且據報資本彈藥依然非常充足啦。Kimi 起家最大嘅賣點就係長文本處理深入民心啦。雖然而家個個大廠都話自己做到長文本嘅，但係 Kimi 早期建立嘅產品心智咧同助手體驗依然極強喎，用戶增長極快啦。但係咧佢 C 端變現壓力就比較大。Kimi 打賞同埋會員制能唔能夠頂住呢個超高嘅推理算力成本呢？今年會唔會上市呢？都唔急嘅，短期裡面上市嘅迫切性都唔高。佢哋嘅首要任務係 C 端助手大戰入面活下去啦，唔好俾大廠夾死先。第二隻百川智能啦，呢隻老虎咧就唔中意喺大草原咧同人死過嘅，佢係中意匿埋喺深山修煉嘅喎。佢係屬於咧極度務實嘅垂直領域實用派嚟嘅，主攻咧醫療呢啲專業場景。佢嘅強項就係有極深嘅行業壁壘同埋專業嘅數據。做醫生嘅 AI 助手比人仲更加精準。但弱點當然會係規模化就慢啦，因為咧醫療呢啲 B 端生意咧一定係慢慢浸嘅，需要極強嘅行業資源。咁佢今年上唔上市呢？創辦人黃小川其實之前都已經開過聲㗎啦，可能要去到成2027年先啟動呢個上市嘅節奏，所以今年大家就唔使等佢住啦。第三隻啦，佳耀星辰啦 ，StepFun 啦，特徵就係軟硬結合嘅終端合作派啦。佢強係咩呢？就係與其同你鬥 App 流量啦，不如直接就入咗你部手機同車入面啦。佳藥好早咧就同呢個手機廠啦、車企綁定啦，落地嘅場景非常清晰。但係弱點就係咩呢？將靈魂交俾個終端廠啦，好容易咧就淪為一個高級代工廠啦。議價權咧隨時就落入呢個硬件巨頭手上啦。今年會唔會再上呢？暫時未見有清晰上市嘅時間表，佢哋都仲係處於瘋狂跑馬圈地啦，搶佔呢個終端設備嘅階段。第四隻01萬物啦，由李開復領軍嘅，極度強調個 ROI 啦，同埋工程化落地嘅喎。咁當然啦，佢嘅落地速度極快，出海做 App 又得，幫企業咧做靈活訂製方案亦得。總之邊度有錢賺佢去邊嘅啦。咁弱點反而變咗係咩呢？就係路線太多變啦，導致呢個品牌嘅心智啦，同埋資本市場嘅敘事咧，就未免唔夠集中啦。大家咧其實有時都唔知佢想搞邊度。咁又係嗰句啦，今年上唔上先？目前咧佢就冇任何公開嘅 IPO 時間表嘅。不過咧，如果2026年啦，佢哋嘅商業化數字跑得出，又需要啲資金去擴張佢哋嘅版圖，咁我都唔會排除佢可能會成為突襲市場嘅一匹黑馬嘅。咁講到呢度啦，咁無論係上咗市嗰2隻小虎啦，定係未上市嗰4隻小虎啦，佢哋頭頂咧都扛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㗎。大廠一落場啲小廠點算呢？同字節啦、騰訊、阿里、百度呢啲撩錢萬貫嘅科技巨頭隻抽喎，小夫嘅贏面到底喺邊呢？我咧就用呢個3層戰場去幫大家拆解一下啦。第一層係模型底座層啦，呢度係算力嘅黑洞。大廠資源就最好啦，買 GPU 可以買菜咁樣。小夫要贏唔可以鬥燒錢㗎，要靠差異化。例如智普玩開源啦 ，Kimi 咧就玩極限長文本，百川咧就玩特定嘅醫療數據。第二層啦，雲同埋渠道層啦，呢度大廠完勝㗎啦。阿里、騰訊、百度本身就壟斷咗雲服務，字節有抖音啦、TikTok 做分發，京東咧又有龐大嘅供應鏈場景。小夫要借力啦，甚至要向大廠買雲算力，呢個位真係只能夠夾縫求生嘅啫。第三層應用層啦，呢度先係小虎最有機會跑出嘅真正主場啦。大廠雖然大啦，但係決策又慢，包袱又重，唔敢輕易顛覆自己嘅核心業務㗎。小虎好處有3個字啦：快、專、敢。快啲推出產品啦，專注打通一個場景，敢於試錯啦。智普選擇做呢個 B 端專業服務，加埋呢個模型嘅供應商 Minimax 同埋月之暗面咧，就選擇做呢個消費級嘅產品公司。結論當然係啦，小廠要跑得出，當然咧就唔可以同啲大公司鬥資源㗎啦，而係鬥咧更快做出可以收錢嘅行業閉環。
節目都去到尾聲㗎啦，咁我就俾一個實戰框架大家啦。由今日2026年開始起啊，睇呢個中國嘅 AI 圈，你要記住下面呢3條 formula。第一啦，買或者研究智譜咧，你賭嘅係佢嘅 B 端市場擴張速度啦，加埋交付變輕啦，最終令到個毛利率大幅改善。你買緊嘅係一間 AI 時代嘅超級企業服務商。第二啦，買或者研究 MiniMax 又點呢？你賭緊嘅係佢嘅 C 端用戶流傳率啦，加埋付費轉換率同埋出海買量嘅可持續性啦。你買緊嘅係一隻 AI 時代嘅超級社交娛樂怪獸。第三啦，其餘4間未上市嘅小虎啊，你而家要及實嘅唔係佢哋幾時敲鐘啦，而係佢哋嘅融資彈藥仲有幾多啦，產品心智夠唔夠硬，同埋有冇一個清晰嘅商業化閉環。上市唔等於贏，唔上市都唔等於輸嘅。真正嘅戰場係邊個最快令到啲客甘心情願咁樣攞錢出嚟？呢集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都覺得今集呢個 AI 6小虎拆解框架可以幫到你，記得 like 同 share、subscribe 翻我嘅 channel， 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啊。智譜同埋 MiniMax， 你睇好邊隻多啲呢？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傾過。我係飛俠，下次見，拜拜。